这身心障碍者的证明，若准放无去，也是讲歹去呢，就要登去到户籍地来补办。也毋过后礼拜一，也就是8月18开始，这张身障证明就会当下悬期来补发，民众毋免搁再搬摇摇啊。因那这社家属呢是表示讲，目前也有咧规划网络的申请，对身心障碍者会当愈来愈利便。 身心障碍者证明对身障者来讲是非常重要的证明文件，若是拍无去、毁损，就要登去户籍地办理补发。毋过对8月18开始，就会当下关市办理补发。有民团讲过去就有身心障碍者，因为证明拍无去。 就要登去故乡金门才有法度办理，实在是真麻烦。肢体障碍的朋友啊，他的户籍地是在金门。 但是他居住工作的地方，还有他以前就学的地方是在台南，哦，那变成说他有一些需要到户籍所在地去办理的东西，是非常的不方便。为着保障身心障碍者的权益，15社家属和民团斗阵开记者会，除了说明新制度，让身心障碍者会当伫因方便的所在直接办理身障证明补发，嘛有咧规划网络申请，安尼就更较优先甲利便。 所以我们在系统上，第一个还有一些要克服的地方，然后第二个就是这个线上申请的部分，就是要跟县市政府再沟通，他们还是有一些疑虑，我们可能还要克服这2个困难，但还是有机会做线上申办的。另外，嘛有立委指出，因为身障证明的材质是纸，民众常常使用，真紧就会破去。 所以嘛，建议社家属未来会当换做甲身份证、健保卡同款的材质，方便身心障碍者使用。社家属表示，会甲建议早登去做讨论。记者陈心东、谢桂玲台北报道。